現代足球發展到今日，我越嚟越覺得球員同球迷都正喺度成為一種制度下嘅奴隸。先講球員啦，阿仙奴今季踢咗60幾場比賽，有人可能會話60幾場即係60幾日，冇乜大不了。但真正睇足球嘅人都知道，球員唔係比賽當日先開工，晨操、晚操、體能訓練、戰術演練、恢復課程、長途飛行、商業活動，全部都係工作，要喺1年裏邊維持頂級狀態，需要極高自律同驚人意志力。球季結束之後啦，理論上球員有2個月休息時間，但如果入選國家隊、歐洲國家盃、世界盃、南美國家盃、歐國聯等等接踵而嚟，真正屬於自己嘅假期其實少得可憐。1年落嚟，聯賽、杯賽、歐洲賽、國家隊賽事加埋頂級球員踢超過80場波，已經唔係新鮮事。平均每3至4日就要踢1場比賽，聽落去都覺得辛苦。但係諷刺嘅係，當球員成為制度下嘅奴隸時，我哋球迷其實都冇好到幾多。以前30年前直播唔多，1個月可能先有1場重要賽事，約埋同學朋友通宵睇波，就算第2日返學返工都覺得值得。到今日足球比賽鋪天蓋地，日日都有波睇，反而越嚟越多人選擇瞓覺算數。唔係因為冇波睇，而係因為足球帶俾人嘅感覺已經變咗。當然有人會將責任全部推落 VAR 身上，但老實講，如果你真係因為 VAR 而唔睇波，你又點知而家啲波變成點？係聽人講，喺社交媒體，眼不見未必代表事情不存在。事實上，每一個真正嘅球迷都明白，無論上一場踢得幾差，無論輸得幾肉酸，下一場開波之前，心裏邊總會有一絲希望。你總會諗，或者今場唔同呢？或者今場終於開竅呢？或者今場會有奇蹟呢？好多時結果當然係失望啦。有時贏波都未必令人滿足，因為你睇唔到將來，只係好運贏咗一場。但即使如此，當入球一刻全場歡呼，嗰份感動依然存在。其實我哋入場睇波，追求嘅嗰一刻真心由心而發嘅歡呼，呢種感覺先係足球最珍貴嘅地方。而講到球迷呢，我一直認為真正嘅球迷呢係忠心嘅。你同一個真正嘅球迷傾偈，佢唔會同你講自己以前支持 A 隊，而家改支持 B 隊。球迷同觀眾最大分別就係忠誠。你可以輸，你可以降班，你可以幾十年冇冠軍，但我依然支持你，呢個先叫球迷。當然有啲人純粹中意足球，冇特定支持一隊，我完全尊重。但係有一類人呢，我一直睇唔起，就係勝利球迷。球隊贏波時佢哋出現，球隊攞冠軍時佢哋話自己支持咗好多年，當球隊失敗佢哋就突然消失，因為冇任何一支球隊可以永遠勝利。好多年前呢，身邊有人話自己係西班牙擁躉，但連球員名都講唔出幾個。有人話呢，自己一直支持夏蘭特，但連佢曾經一場入9球都唔知道。其實呢啲唔重要，你中意邊支球隊，中意邊個球員都冇問題。問題係今日支持嘅嘢唔好聽就自己推翻自己。我永遠尊重忠心嘅球迷，但係永遠睇低搖擺嘅球迷。不過講到底，我所謂嘅奴隸制足球，真正想講嘅其實唔係球員，而係球迷。我哋變成奴隸，唔係因為買波衫、買貴票、捱夜睇波，而係因為有一樣嘢將我哋嘅價值偷走咗。呢樣嘢叫做仇恨。VAR 就係最好例子。當 VAR 判決對你支持嘅球隊有利，你會話科技萬歲、公平公正；當 VAR 對你不利，你又會話黑哨、做波、陰謀論。如果你嘅立場只係跟住結果改變，其實你唔係支持足球，而係支持自己嘅情緒。我一直反對 VAR， 原因好簡單，足球本來就係人類運動，人類運動本來就唔完美，有爭議、有失誤、有錯判，先係足球一部分。冇可能用科技去完美化一項本來屬於人類嘅運動。但係比 VAR 更加可怕嘅，其實係社交媒體。因為社交媒體最大問題唔係自由發言，而係唔需要負責任。當你唔中意一支球隊、一個球員，你可以用最尖酸刻薄嘅說話去侮辱佢哋。有人會話講下啫，但世界上好多悲劇往往都係咁樣開始。你以為自己只係發表意見，其實你已經將自己最醜陋嘅一面暴露出嚟。當你習慣見人失敗就落井下石，當你習慣用仇恨換取認同，當你習慣追隨人哋嘅情緒去攻擊他人，你已經唔再享受足球，你只係利用足球去發洩自己。而呢一種人就係我所講嘅奴隸。
佢哋唔再思考，只係俾情緒牽住走，俾仇恨牽住走。有人開個頭，佢哋就蜂擁而上，用最難聽、最刻薄、最下流嘅說話去侮辱一支球隊、一位球員，甚至一群球迷。正如上一屆世界盃，阿根廷美斯攞咗世界盃，啲人就不斷諷刺麥巴比。其實麥巴比比美斯早4年已經攞咗世界盃，唔知有咩好講嘅。但係到最後，除咗暴露自己嘅人性之外，根本冇任何價值。唔好忘記，你所寫嘅每一句說話，你身邊嘅朋友都望住，你將自己嘅人性暴露咗出嚟，俾你嘅朋友知道，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好事嚟嘅。真正熱愛足球嘅人，未必同意你支持邊一隊，未必認同你嘅觀點，但係至少會識得尊重。足球本來應該帶嚟激情、感動、歡呼同回憶。如果最後只係剩翻仇恨、謾罵、對立同埋情緒宣泄，咁淪陷嘅已經唔止係足球，而係我哋自己。當我哋將理性、尊重同獨立思考全部交出去嘅時候，真正成為奴隸嘅從來唔係球員，而係我哋球迷。